在1969年兴建的地新宫文物馆，即马正式转型为台南市立博物馆，以市民协作为定位，毋那是属于社会大众的博物馆，同时整合市内所有博物馆，共同以No.1为品牌行销。台南是这样，生活即文化，文化即生活。那我想文化部从108年以来支持了这个文化生活圈的计划，其实在这个本馆，文化部就支持了3850万。如果从之前算起，支持了将近8000万，才让这个整个市立博物馆群成为台南的市立博物馆。所以这一点是要恭喜台南。开馆当天，文化各界人士拢出席，见证台南博物馆发展新的里程碑。台南会当讲是博物馆之都，有国立的也是私人的博物馆，既有点钟宗教文物的公庙博物馆，将珍贵的文化资产保存下来。市立博物馆不仅是一个典藏的机构，它也是一个能够连接许许多多博物馆，能够让它博物馆能够更发挥它功能的地方。开馆以自造台南咱的历史为上细点，透过各类文物呈现台南发展的历史。另外，也以柑仔店为特定主题，探索台南各区的特色经营模式，其中更包含公众合作的成果。我们邀请了很多台南市的高中生10几号啦，招300个学生一起当策展人然后在他们调查他们学校附近的杂货店然后杂货店反映的交易的文化、地方的文化，然后最后成为了一个我们台南市立博物馆开幕的特展。台南市立博物馆的开馆，毋那向大众宣示，台南已经做好准备，要迎接后一个100年以外，同时也要让全国为这入目台南。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